最近新盤市場好熱鬧，幾個大盤陸續登場。首先有講咗好耐嘅北部都會區古洞嘅 Park Silicon， 跟住有打住西九龍旗號，但係其實喺長沙灣嘅瑞景。嚟緊仲有東九龍有牛池灣嘅清水灣道33號，同埋古洞另一個新盤 North Inoway。6、7月嘅時候，世界盃就大盤都唔敢開嘅都係細盤，冇嘢好揀。踏入8月，個個新盤都搶閘啦。霎時之間又眼花繚亂，唔知揀咩好係咪？今日一次過同大家分析。記住我哋唔係做 sales， 好嘅唔好嘅我哋都會講，仲會講啲你唔知道嘅嘢，所以記得要睇到最後啦。以為見到好多新朋友喎，啱啱碌到我哋嘅新朋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隔籬個鐘仔。睇片嘅時候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 俾啲鼓勵我哋吧。首先我哋講下長沙灣嘅瑞景。啱啱今日收到代理朋友發過嚟嘅一條視頻，好誇張，真係黐線嘅。示範單位現場爆場嘅不特止啦。呢條視頻係講咩呢？就係話8點鐘發展商係準時熄燈，但係經紀同客人唔願走啊，繼續喺度講，攞住個電筒喺度照下咁樣。有冇咁誇張啊？做乜玩到咁大呢？聽講話好平喎，17000幾蚊古洞價買西九龍喎，所以就爆晒場咯。但係咪真係想象中咁平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分析一下。呢個盤咧就位於長沙灣嘅發祥街，唔知喺邊度係咪正常嘅？因為一講長沙灣，通常大家都會諗起深水埗啦、黃金啦，跟住再行過少少嗰節長沙灣啊嘛。即係你如果由深水埗行過長沙灣嘅時候，中間嗰條主幹道就係長沙灣道啦，有左右兩邊嘅。通常我哋講長沙灣就係講右手邊，即係靠東邊，靠住山嗰邊嘅。嗰邊咧就係比較成熟嘅民生區，比較多人認識嘅有房協嘅五喜啦，新樓就有影築啦、瑞豐啦、如意等等。但係瑞景就唔係喺呢邊嘅，唔該行過馬路先。長沙灣道嘅對面，即係西面靠近海、靠近南昌站嗰邊。以前呢度有個貨倉嚟嘅，叫做潤發貨倉，一聽就知係華潤噶啦。後來華潤就自己補地價，重建成為而家嘅瑞景啦。講個基本資料先，呢個大盤嚟噶，全國有2200幾伙嘅，號稱係西九龍近10年最大型嘅私人住宅。第一期有507伙，由1房至3房。會所園林有17萬尺，睇沙盤嘅時候都覺得個會所幾大嘅。另外佢自己有個商場噶噃，有10萬尺嘅商場。發展商都幾強調呢個賣點，佢話要將華潤嘅萬象生活引入呢個商場入邊。講到價錢咁平，我哋睇下係咪堅嘅先。代理發過嚟嘅時候話16000幾蚊起，係啊起啊嘛。事實平均尺價其實係17880蚊。首批102伙最細嘅1房入場係5298000，即係大概530萬啦。個個都講話，哇！西九龍賣古洞價17000幾蚊啫噃。我哋睇下係咪堅嘅先。堅就係堅嘅，不過咧佢有個條件嘅，佢係一個即供價，係90天付款，即係3個月後就要俾尾數嘅即供價。大家必須要留意嘅係呢個樓盤係一個超級遠期嘅樓花，關鍵日期係2028年嘅11月25號，即係有成2年半。但係你3個月後就要科水啦，就要開始供樓啦，先至有呢口價。如果你係用建期嘅話咧，大概會貴8%，即係19000幾蚊。咁咪正常咯。通常計我哋係點計咧？好簡單啫嘛。你早咗2年俾錢，早咗2年供樓，計翻利息都要啦。而家供樓利息幾多錢啊？3厘幾啊嘛，2年咪即係7厘咯。亦都有啲人中意用租金回報嚟計，例如你租咗出去，淨租金回報有3厘，咁2年咪即係6厘咯。咁啊，建期貴8%其實都合理嘅。所以大家計數做比較嘅時候，記得唔好用17000幾蚊計啦，咁就唔準啦。應該用建期即係19000幾蚊嚟計。呢個第一點。跟住就到佢位置啦，佢係咪真係西九龍呢？位置上面無可厚非，佢真係西九龍嘅。但係如果熟悉嗰區嘅朋友就知道，佢就啱啱卡正喺3個地鐵站中間。比較近啲嘅係南昌站，因為行去 V-Walk 7-8分鐘到啦。然之後喺南昌搭地鐵，一個站去到奧運，2個站就去到九龍站同埋高鐵站啦，3個站就去到香港站中環。喺呢個角度睇都幾方便嘅，係要行7-8分鐘咁解啫。可能唔去南昌站啦，去長沙灣站啦，行過去都係7-8分鐘左右。最舒服嘅，我覺得應該係行去荔枝角站嘅，因為過條馬路咧就已經係4小龍嘅碧海藍天啦，穿過伊昂再落隧道，跟住就可以去到荔枝角站啦。但係都要行7-8分鐘啊，不過全程有蓋有 shopping 咁解嘅啫。所以位置同埋交通方面，好聽嘅就係4線匯聚，難聽啲講嘅就係啱啱卡正喺4條線嘅中間。所以佢就唔可以同其他西九龍嘅豪宅，例如匯璽咧，又或者維港會直接比較。呢個第二點。第三點就係個環境啦。
同長沙灣舊區嗰邊唔同，呢邊咧就比較多工廠大廈，比較多公屋同埋居屋嘅。嗱，我直接啲講啦，環境係冇咁靚嘅。不過又咁講，因為呢個盤咧有成2200幾伙，再加上華潤傾力打造，相信佢係有能力可以改變成個小區嘅環境嘅。講完缺點之後，都講下優點啦。咁佢呢口價喺市區樓嚟講的而且確算係平嘅。你睇下市區其他地方啲新樓其實已經過晒2萬噶啦。你睇下土瓜灣嗰邊幾勁，首岸嗰啲2萬幾啦，賣到一樣爆晒場。咁而家呢刻你就算用建期19000幾蚊去計都係平啊。如果你用職工價17000幾蚊計仲平。嗱，最直接比較就係佢隔離嘅4小龍啦，20幾年樓啦。又唔知喺邊係咪，唔緊要，開個地圖睇下，就喺隔離就係噶啦。嗰度本身有4個屋苑，包括宇晴軒啦、星月居啦、雲景台啦同埋碧海藍天，所以就叫做4小龍啦。好多本地嘅小家庭都好中意嘅，因為佢自成一角，伙數又夠多，感覺有啲似奧運站咁樣，但係又比奧運站平好多喎，好受本地家庭嘅歡迎。好啦，20幾年樓賣緊咩價錢呢？平嘅話你15000幾蚊都賣到，貴嘅要19000幾蚊，即係話平均都係17000幾蚊。喺話而家華潤呢個新盤開出嚟嘅尺價，如果係職工嚟計都係17000幾蚊，咁啊即係同隔離20幾年樓差唔多，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平咯。再加上華潤係內房嘅龍頭，係央企，又有萬象城係咪？所以質量有一定嘅保證。整體嚟講，如果你唔介意佢遠期樓花嘅話，呢個盤其實真係 OK 嘅。好啦，跟住講另一個新盤啦，古洞嘅 Park Silicon， 華潤嘅銳景個個都話哇好抵好抵啊，但係 Park Silicon 咧就俾人話日價喎，俾人話貴喎，咁到底係咪呢？我首先講下基本資料先啦。呢個盤喺古洞北嘅香子路，大家都唔知喺邊噶啦，因為之前都冇呢條路嘅。總之就喺古洞站嘅對面啦。個佈局咧就好似錦上路嘅柏龍咁樣，出咗站之後行過對面就係啦。個盤唔算好大，781伙。分2期發展，第1期有324伙，主打2房單位，佔全個盤嘅60%。佢嘅樓花期就短好多啦，2027年9月就係關鍵日期，即係明年就係啦。會所就細啲，得幾萬尺，不過佢都有個自己嘅商場嘅，都係10萬尺左右。喂，呢度有個自家商場就緊要啦，你睇下古洞站開荒牛嚟噶嘛，你冇個商場真係搞唔掂。首批嘅折實平均尺價係17671蚊，喂，好多人都話貴喎，咁的確係比預期高咗少少嘅。可能佢開則偏細嘅關係啦。如果你睇佢總價咧，又唔覺得係真係貴咗好多嘅。一房就大概500零萬，2房大概700零萬。嗱，你睇翻大西北嘅二手樓，好似屯門嘅龍門咁啊，其實佢2房都係要700幾萬嘅噃。喂，嗱，聽清楚，我唔係話佢平啊，佢的而且確係比想象中貴咗啲嘅。但係咪真係好似其他 KOL 咁講啊，好癲價，好離地呢？咁其實咪同大西北嘅地鐵盤例如 YOHO 啊、龍門差唔多。價錢呢個就係第一點，第二點咧就係個開荒牛啦。知道古洞就嚟有新盤，所以上個月咧就特登同朋友過古洞嗰度一日遊玩下嘅。其實都幾好玩嘅，郊遊嚟講啊，都幾鄉村地方嘅。最有名嘅就係古洞水塘啦。行下路行入去水塘入邊，你就會見到天空之鏡。行上路上山嘅話，你就會見到香港版嘅心形湖。另外仲有啲古蹟啦，有濕地公園咧等等，都幾好玩嘅。喂，但係冷靜啲啊！而家唔係玩啊，而家去買樓啊！講完缺點之後，我哋都講下優點啦。最大嘅賣點當然就係古洞站旁邊啦。古洞站係將來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個非常非常中心嘅位置，出年年底啟用噶啦，同 Park Silicon 係同步嘅。嗱，呢度就係傳說中嘅北環線。咩叫北環線呢？其實就係將東鐵線同西鐵線連埋一齊，將上水同埋錦上路連埋一齊，中間有幾個站嘅，中間最核心嗰個就係古洞站啦。北環線其他幾個站仲未搞掂嘅，咁但係古洞站就已經喺明年就已經可以連接到東鐵線噶啦。而家未有港鐵，我哋去古洞嘅話就要喺上水站搭6 van， 咁啊唔係好耐嘅啫，大概2-3個字咧就會去到古洞路噶啦。將來有鐵路，一個站就可以去到上水，應該幾分鐘就到啦。另一邊咧就係一個站去到落馬洲。哇！你睇佢呢個佈局就為咗我哋現代嘅香港人而設啦，就係北上消費嘅生活模式噶嘛。雖然而家係有啲開荒牛，但係相信啊，出年古洞站通車之後咧，應該係好方便嘅。最少對於中意北上消費嘅朋友嚟講，真係的而且確係幾方便嘅。嗱，呢個第一點就係個交通啦。咁第二點咧就講下個發展啦。嗱，北環線咧嚟緊有幾個站啊，去北部都會區唔同嘅地方，當中包括係經過新田科技城。當然科技我唔知會搞成點啦，呢個冇乜 comment 啊，因為我都唔係一個科技人。另一個站咧就係牛潭尾嗰邊。嗱，相信大家都好高期望噶啦，因為嗰度會有大學城咯。
香港國際教育樞紐嚟噶嘛，係咪？每年幾多內地學生落嚟香港升學先得噶？喂，大學城喎，仲唔發圍？總結嚟講，相信將來真係會幾方便嘅。尤其是中意北上消費嘅朋友，又或者本身喺北區住咗好多年，但係覺得上水粉嶺比較舊嘅朋友，古洞呢邊新區多新樓應該幾啱你嘅，但係當然要睇價錢啦。Park Silicon 隔離嗰個盤叫做 North Innovate 恒基嘅，好似仲早啲入伙添，不過冇用啦，古洞站都未有，早入伙嚟做乜鬼先得㗎？咁啊睇埋佢開價先至再 comment 啦。好啦，跟住另一個值得期待嘅新盤就係牛池灣嘅清水灣道33號。一下子就由西九龍跳到去東九龍啦！呢個盤係9件嘅出品。喂，坦白講啦，好少見到咁大個盤嘅。如果你平時有出入東九龍嘅話，搭車嘅時候如果經過彩虹附近，你抬高頭望一望你就見到噶啦。好大嘅盤喺小半山上面，好沙繩。就咁望埋去，以為話上咗山喎，即係遠啦。喂，但係原來又唔係喎，原來屋苑係有條天橋直接落去彩虹站嘅喎。嗱，講個基本資料先啦，呢個盤都係一個大盤嚟嘅，都係有2000幾伙嘅。未有詳細資料啊，但係聽講話佢開積係偏大嘅。另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佢自己本身有個65萬尺嘅商場。喂，65萬尺真係好大喎！例如日出康城商場都係得40幾萬尺啫喎。無論規模、位置、配套、交通都唔錯啦。咁有咩缺點呢？我諗最大嘅扣分位咧就係成個社區咧，因為彩虹本身係一個非常民生嘅地方。記得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咧，電視台翻工啦，當時電視台仲喺清水灣嘅。每日就喺彩虹坪石呢一邊搭城巴噶啦，所以對呢區非常之有感情，但係都幾熟悉下嘅。呢區都有新樓盤嘅，咪就係泰豐啦。但係泰豐我就覺得有啲吊腳嘅。清水灣道33號相對咧位置就靚好多啦。等埋佢開價，等埋佢其他資料先至再 comment 啦。好啦，嗱，今日一次過咧就比較晒幾個新盤啦。如果你咁啱有留意緊呢幾個新盤嘅，希望幫到你啦。如果你都想認識多啲香港嘅樓市，想知道香港樓可以點玩，長揸短炒收租可以點玩，歡迎參加我哋嘅精華體驗班，短幾個鐘頭就可以對香港整個樓市佈局、上車投資點樣操作，有全面嘅了解。有興趣嘅朋友快啲掃 QR code，又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嘅同事報名啦。